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東涌綫。東涌綫代表色為橙色，於1998年6月22日通車，屬港鐵機場鐵路嘅一部分，全長31.1公里。東涌綫來往香港及東涌，途經九龍、奧運、南昌、荔景、青衣同欣澳。香港站、九龍站及青衣站均為機場快綫轉乘站，南昌、荔景、欣澳3站分別可轉乘屯馬綫、荃灣綫及迪士尼綫。目前東涌綫主要用車係12列 ATTRANS CAF 列車同4列韓製列車。1981年，地鐵有意將服務延伸至調景嶺、大嶼山及東九龍。由於大嶼山迅速發展及政府計劃喺該處興建機場，故對服務潛在重要性。1989年10月11日，香港機場核心計劃正式公布。而機場鐵路係香港機場核心計劃10項核心工程之一，建造2項鐵路服務，分別係機場快綫及大嶼山綫，喺1994年11月動工。之後地鐵公司喺機場鐵路臨近通車時，將大嶼山綫易名為東涌綫，並喺1998年6月22日正式開始運作。因應九廣西鐵喺2003年開通，地鐵公司將奧運至荔景嘅一段機場鐵路4綫化，令原來共用該段軌道嘅機場快綫及東涌綫增添4.5公里獨立軌道，列車停靠新增嘅南昌站。同時，東涌綫列車亦由7卡擴編為8卡，令載客量提升約14%。配合九廣西鐵舉行試搭日，南昌站喺12月16日啟用，成為東涌綫及九廣西鐵嘅轉線站。現時早上繁忙時段往返香港及東涌站嘅平均班次大約係6至8分鐘。因應平日早上繁忙時間，喺青衣及南昌站往返香港站嘅乘客較多，東涌綫設有青衣特車，每3至4分鐘一班往返香港及青衣站。基於青嶼幹線安全問題，限制咗東涌綫列車班次，以免橋樑負重太大。根據港鐵提交俾立法會嘅文件，東涌綫設計最終班次係2.25分鐘一班。東涌綫延綫係東涌綫一條興建中嘅延長綫，將東涌綫向西伸延，以及喺現時東涌及欣澳站之間增設東涌東及小蠔灣站。2023年5月25日，東涌綫延綫項目正式動工，預計2029年竣工。因為東涌綫及機場快綫現時使用嘅 ATTRANS CAF 列車已經達到20多年車齡，其採用嘅 GTO-VVVF 牽引系統已經逐漸老化，令列車喺行車時經常抖動。加上車身氣密設計唔好，喺雨季經常出現滴水、漏水等情況。港鐵公司購入機場快綫及東涌綫新一代列車，即 TCL 斜綫 AEL-Q Train， 由中國中車旗下中車青島4方機車車輛製造，用以全數取代1998年起投入服務嘅港鐵 ATTRANS CAF 列車。今日東涌綫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下集我會講機場快綫。未完待續。